为着要和民众更加亲近艺术，这故宫博物院甲澎湖县政府来合作，包括肉形石甲等等15件的故宫文物，月中开始就要伫咧澎湖生活博物馆来展出，嘛结合在地历史文化，呈现出澎湖大航海时代历史模样。就算是上班日，故宫也是有不少游客来参观。其中一粒为清代流传到今的国宝肉形石，更加是国内外游客拢爱看的展览品。故宫即阵甲澎湖县政府合作，规划5月份，甲肉形石再来各种15件珍贵文物，头摆摕去澎湖举办特展。所以这次会是定调是，大航海时代下的海上明珠。以这样的概念，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是丰富的一个海洋文化的城市嘛，可能会有一些有点像海怪啊，或者是鱼兽啊，类似相关的这些器物，会在这次的特展做一个呈现。澎湖县文化局表示，国宝来澎湖是真难得的机会，希望会当让在地民众更加了解澎湖的文化历史。故宫表示，这摆唔但展出故宫的15件珍贵文物，也配合澎湖在地的文献，考古发现这寡文物做回展出，呈现澎湖这块地理位置特殊的岛屿伫大航海时期的历史。澎湖从以早到今哦，对东南亚一个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的枢纽。哦，而且澎湖还有这特殊的自然景观，甲一寡很难得的一寡人文背景。哦，还有蕴藏很深厚的历史因素。尤其对明朝的郑成功迄阵开始，澎湖就是中西方在航海时代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航海图内底一个引导点。这摆特展5月17开始伫澎湖生活博物馆举办，会展出3个月的时间。故宫表示，这摆特展是故宫100年疫情当中故宫国宝出游期的活动之一。目前也当咧计划，要伫宜兰展出故宫的文物，希望让民众亲近历史甲艺术。记者郭文正准由台北报道。